點解小米變大米啊？都有人問我，保利加通道頂線沽晒隻小米佢，我嘅答案就係話唔好，你要記住，技術手勢係永遠配合嘅，技術手勢唔係咧包辦一切嘅。因為琴日嚟講，小米已經出咗個新聞啊嘛，第一就係雷軍立咗個軍令狀，72小時之內要賣12萬輛，咁但係琴日一開出嚟3分鐘已經賣咗20萬輛啦。咁今日嚟講個股價係咪肯定爆升啊？一定係 gap up 啦，一開就裂口上升啦，一定係創新高紀錄，係冇得諗噶啦。第二嚟講，小米嘅 AI 眼鏡推出嘅售價1999，咁又係另一個咧好 hot 嘅熱潮咧，襯托到佢個股價。未來咧佢係有條件喺保利加通道嗰度頂線沿住條頂線向上發展嘅。今日嚟講咧一開 gap up，你話如果哇升到而家嚟講咧就已經係60蚊㗎啦，但係我相信60蚊一定穿破，因為之前嗰個紀錄新高係59個幾，我覺得咧呢個消息係好嘅，60蚊都唔止嘅，我估計唔到61以上，我覺得你都唔好排隊沽出。記住分階段沽貨，唔係一次過沽晒。